今次介紹呢個380尺住宅單位，上次睇咗客飯廳及玄關，今次帶大家參觀兩間睡房。主人房以訂製家私打造一體化空間，結合衣櫃、書台及大量收納，充分運用每一寸空間。L 型書台提供充足嘅工作位置，而衣櫃及櫃桶嘅設計方便收納日常用品。睡床採用咗升高懸浮地台設計，配合床底及床頭嘅隱藏燈光，不但提升空間層次感，也營造出溫暖舒適嘅休息氛圍。至於阿女房，設計師運用霧化玻璃作為房門以及間隔，保持空間透光嘅同時，亦能兼顧私隱及隔音效果。霧化玻璃適當時為客飯廳引入自然光，當開着做咗霧化玻璃，又可以令到阿女房還原翻不透明，有翻私隱，保留到房間嘅獨立性。房間設有訂製書台、衣櫃，為阿女打造一個集齊學習、休息於一身嘅專屬空間。透過整體一致嘅材質同燈光，兩個房間既各有特色，又同時保持整個家居設計嘅舒適奶油風格。